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披露，摩根大通咧遞交咗直至2025年4月31號嘅第四季度嘅持倉報告。第四季度嘅持倉總市值咧係1.59萬億美元，相比上個市值咧係多咗嘅。呢個基金咧喺第四季度嘅投資組合裏面咧係新增咗638隻股，增持咗2643隻，減持咗3425隻。前十大嘅持倉嘅標的咧，佔咗總市值嘅呢個26.27% 嘅呢個佔比。喺前十大重倉股裏面咧，科技巨頭咧仍佔多數。喺前五大持倉裏面咧，英偉達。英偉達呢隻股咧位列第一，持倉4.56億，對應嘅市值咧係911.7億美元，佔咗成個投資組合嘅比例咧係5.34%，較上季度咧持倉減少咗6.65%。微軟 MSFT 微軟就位列第二啦，持倉1.48億，總市值咧係714億美元，佔咗投資組合比例咧係4.49%，較上季度咧減倉數量係少咗6.96%。蘋果 AAPL 位列第三，持倉2.26億，總市值咧係612.8億美元，佔咗投資組合比例嘅係3.85%，較上季度持倉減少咗4.75%。亞馬遜 AMZN 位列第四。呢隻股咧，亞馬遜嘅呢隻股咧持倉1.6億，總市值咧係369.4億美元，佔投資組合比例咧係2.32%，較上季度咧係降咗12.38%嘅。第四個係博通，博通咧係持倉9375.9萬。市值咧係324.5億美元嘅，佔咗成個投資嘅比例咧係2.04%，較上季度咧持倉減少量咧係0.2%嘅。總體前五隻呢個持倉重倉股裏面咧，我哋可以發現嘅大多數都係減少咗接近7%嘅中位數。摩根大通嘅呢個總數值咧，亦都相對嚟講咧係降低咗。我可以見嘅係咩咧？就係總體嚟講咧，我哋嘅市場份額咧，或者對應嘅美股咧，都係慢慢減倉，但係減倉嘅幅度唔大，可以以一個維持喺相對正常水平，或者咧稍微降低倉位。對應如果我哋炒作美股嘅時候咧，都可以考慮降低倉位，或者咧追蹤摩根大通嘅投資佔比。好，今日嘅學習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記得訂閱加點讚，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。